这侍奉的同工，会通，互你的圣心充满。主，当你的圣心充满伫阮的内心，阮所吟出的诗歌就毋是干那歌词，是一个用祈祷甲圣神你同行的信仰告别。恳求上帝，你互阮的圣歌队，甲今仔日的领诗会留于尘。主，互因用诗歌，不但是献上阮的恶乐，也有诗歌亲像一圣神的气躯，会通进入人的心，光照、摇动、温暖、感动。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的圣神伫阮今仔日的礼拜，阮毋是干那阮单独兄弟姊妹伫圣殿中做礼拜，搁较要紧。主啊，你互阮即间小小的庄稼的教会，也亲像春天的风，伫逐所在咧吹时，有一寡经过的人，无熟悉的人，伊嘛要领受上帝你福音的风，求你的圣神就运用伫阮的中间。伫这个清早的时，阮的礼拜有一个主题，就是求天父上帝帮助即间教会，毋通袂记得起初设立即间教会的目的。阮每一个人来到即个教会，阮选择即间教会，嘛有阮的起初来到即个教会的感动甲动机。主求你帮助阮一生，无袂记得起初的疼，无袂记得起初同心合一迄种的品格。也求天父上帝帮助阮的教会，无袂记得上帝你的圣神怎样伫即个所在做工。主啊，通过今仔日师会所共读的圣经，甲你的罗卜同在。互阮伫讲解圣经、伫分享圣经、伫圣神的内底互相的劝勉。主，你互阮的教会是一个享受礼拜的教会。我们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互即间教会享受礼拜即种的气氛，会当通过网络播用到逐所在。特别阮为着阮中间有的人无倒去到因家己的母会，因已经倒床伫年长的时。主啊，但是因的客厅就诚侪因的礼拜堂。我们恳求天父上帝，也互因会通白白得到上帝你圣神来访问、来拜访因的家庭，进入伫因的厝内、伫因的病床边，求天父上帝来帮助，互全世界所有羡慕你的囝儿查某囝，无论健康无健康的人，拢通用欢喜的心来亲近主你施恩宝座。愿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主你的圣神对天灵拍开天窗。将各种的祝福赏赐互阮，愿伫你面前当心祈祷，我可要说圣名，阿门。
因为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这美好的日子，咱做伙来到主的面前，用诗歌来敬拜伊。求主的听，亲像春日的雨水，灌入伫咱的心，进入咱的生命，愿意是遐尼的疼咱。咱做伙来唱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。你的宝血为我流，每个心房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，失望羞愧时，你仍拥抱着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主对咱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心，伊的疼是即马伫地，永远伫地。美的宝血为我而流，每个心房为我承受，恩典如海，四面环绕，失望羞愧时，你仍拥抱着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耶稣，你永远深爱着我，何等长阔，何等高深，天离地多高，你爱多浩大，无法测透，永远无尽头。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，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十架上钉痕的手，他告诉我，你永不放弃我。主耶稣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，无论
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无论是生命或死亡，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。阿门。接续咱的手第二首，以利麦子。经历生命的奇迹，一粒麦子，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无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旧是它自己。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用尽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，献上生命必凡的生命。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无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旧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用尽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。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主啊，咱愿意来到你的群前，咱愿意亲像一粒麦仔，求你用你的疼来灌养予咱，建立咱的生命。恩知，若是咱有你，咱的生命要得到全然的改变，咱的生命要充满你的祝福。咱做伙来呼求咱的上帝。呼召如此崇高，种子何等渺小，定睛高看赤
翅膀，比肩神的荣耀。呼召如此崇高，从此何等渺小。定睛遥看翅膀，比肩神的荣耀。呼召如此崇高，从此何等渺小。定睛遥看翅膀，比肩神的荣耀。呼召如此崇高，从此何等渺小。定睛遥看翅膀，比肩神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，世上生命平凡的生命。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就是它自己。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子弟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咱作为阿头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用感谢的心做伙来到你的面前。我知咱的性命就亲像一粒麦仔同款。若无你，咱犹原是咱家己。求你建立咱的生命，亲像麦仔种在土内底，生命得到全然改变，互咱的生命会使生根、发芽、长大，最后结满你稳定的果子。主啊，咱愿意，咱愿意，求你使用咱，互咱成做你尊贵的器皿。我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的圣名求。阿们。接续最后一首，咱会唱祈祷，用祈祷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真侪咱礼拜前的祈祷。祷告，因为我渺小；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。祷告。假装不了，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。你关怀我走过的，你都明白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
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年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虽然在生命当中，咱拄到种种的挑战、甲困难、甲操烦，但来到主的面前，咱应当放下一切挂虑、一切重担、一切操烦，凡事祈祷，凡事感谢，将咱需要的一切拢交托主。上帝要听咱的祈祷。祷告，因为我渺小；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，你心意对我重要。祷告已假装不了，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年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年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请咱闭目心，准备来礼拜。
用俄罗立伊的院，着感谢伊俄罗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咱三甲来吟圣诗第169首，主耶和华至尊至大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咱议员徛地，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，打找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
肉体搁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兄弟，请坐。这是咱三角内启应，启应文24篇，诗篇119篇。所行完全遵探耶和华的律法的，即号人有福气。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找伊的。即号人有福气。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去伊的所行？照伊的话来说物件。我专心找你，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。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。求你照你的话，互我勇行。互你离开，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。将你的律法允许我。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。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活。你的话将我救我。我伫患难中对即个得到安慰。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，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，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灭亡啦。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？我同日静静受。你的话做我骹前的灯，做我路就的光。你的话一会开拆，就发出光。互工人通达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你的律法是真实。咱搁来吟圣诗第172首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，请咱一个吟全首。咱三家额头来祈祷，
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大家自己做伙来敬拜你，也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伫生活中领受你济济的恩典。总是阮常常无闲，时常操烦世间的事，致到阮的心有时会离开主，脚步有时嘛会行迷路，心嘛无法度安静来亲近主。求主怜悯赦免阮，也求主帮助阮。性命常常甲主结连，性命嘛哪来哪成熟，会当外出芳开。求圣神甲阮同在，帮助阮用谦卑、安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。求你用你的话、你的听进入阮的心中，互阮搁一摆经历主你的恩典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学老请圣歌队。什么千万
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约伯记第8章第7节。约伯记第8章第7节。你起头虽然微细，到尾要真发达。接下咱再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1章20节到21节。照我所切切希望甲毋望的，就是我无一项事见效。凡事好打，现今也照平常安尼，也是对死，也是对我。基督要伫我的身躯得到荣光，因为论到我，活就是基督，死就是利益。正道，坚持起初的心，甲上帝同行。请曾牧师。所听遐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万管用的上帝，你的囝儿查某囝今仔日主席伫你的圣殿，伫敬拜的中间，阮有心所求，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充满伫阮中间。主伫阮一生中间有侪侪时，上帝你的圣神有甲阮感动，但是阮无一定有伫感动的中间采取行动。自设施对少年到今仔日，阮若回想过去你圣神的感动，阮还阁有一个遗憾，就是有迄件事你的感动的事，阮无回应你，阮嘛无向前行。主伫你的圣殿中间，求你伫今仔日，互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伫阮的一生中间起初上帝的感动，搁一解，互阮明白上帝你通过迄个感动，对阮的祝福。对阮的计划，啊，对阮的带领，起初是微细，后来要发达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众人听有今仔日圣经的话，每一摆的感动拢是一个祝福。恳求你，互阮有智慧的心，有谦卑的灵，阮会当恭敬来听上帝你的话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顶礼拜咱的圣歌对吟的诗歌就是一粒麦子。今仔日的敬拜赞美领诗刘一成，嘛是带咱读这条诗，唱这条诗歌。所灵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起头是微细，后来就要真发达。就亲像安尼，今仔日的圣经对咱遐弟姊妹，拢是一种的邀请，嘛是一个祝福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因为跟对上帝。坚持起初的心，一本初衷，与神同行。坚持甲上帝同行的人有福气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敢会当问恁：为什么恁要伫顶教会做礼拜？起初，互你感动，恁要伫这个所在选择这间教会来做礼拜。起初的心是什么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如果恁若是伫这间教会洗礼，我请问你，当时你决定要洗礼时，迄个起初你洗礼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一本初衷。真侪人少年的时阵拢下大愿讲，我将来要怎样？但是无拄拄逐个人，伊拢照着起初的心，安尼去成就，是无？所以，你姊妹，若少年的时阵，你捌有一个面貌，我将来若安怎？我一定要安怎？所以，你姊妹，今仔日的圣敬拜赞美所吟这条一粒麦子的最后，伊的副歌，伊讲：呼召如此崇高，种子何等渺小，定睛标杆之跑，必见神的荣耀。我用这句话来邀请兄弟姊妹，也为咱祈祷，愿上帝互恁伫恁的人生中间，看到上帝的荣耀。愿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最重要的祝福，就是要互咱伫人生的中间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起头的感动是真重要，但是有人消灭圣神的感动，有人忽略着上帝是伫你心内底的邀请。你想讲干嘛？真正上帝安尼要求我嘛？还是讲甚至咱听无？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听的姊妹，愿你的囡仔知影，既然是上帝的感动，无一项是凊彩。这个感动就亲像上帝国的种子是个麦啊，虽然真微细，但是最后要吃做真发达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今仔日咱所读的旧约、新约拢足底，特别是旧约这段话，甲金句平平重要。迄是约伯的朋友，伫伊拄着艰难的时阵，我感觉真无同理心。你若看约伯记，恁会感觉讲约伯有3个朋友足歹呢。当约伯就拄着足艰难啊，这个朋友开讲遐尼安尼严苛的话，真无同理心。但是其中一个人就甲约伯讲：，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起初虽然微小，但是最后的确上帝的公义要互人发达。愿天父上帝用这句话，咱莫计较讲，这句话是真严苛的不没有同理心的话，但这句话真水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是一个微细的人，咱多数拢是平凡的家庭，特别伫职场，咱有真侪人拢是做事做工的人。你敢愿意你的囡仔将来是一个有发达、有成就的囡仔？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起初是微细，但是后来荣耀要大到超过以前，更加重要。上帝要将伊的平安放伫这个所在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今仔这个礼拜对咱来讲，就是一个邀请。一本初衷与神同行，伊的意思就是坚持你甲上帝所立的约，起头带你去敬拜上帝，起头带你来得堂教会，迄个上帝，今仔日敢还阁伫遮吗？伊一定伫遮，因为起头带我来的上帝若无伫遮，我就无伫遮。恁相信吗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伫你我咱的人生中间，拢有计划。咱虽然平凡，咱的人生，咱会感觉讲，咱的人生是一个真普通的人，咱的生命何等的渺小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伸出你的双手，你甲主祷讲：我虽然未看得，但是上帝，你奇妙的计划，伫我的囝子，愿上帝祝福咱所有兄弟姊妹，咱的家庭，将来咱的囡仔到后代，逐世代，咱的囡仔拢要讲起，这个家族、这个教会是一个因为上帝来得到造就的教会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如果今仔日礼拜上帝圣心若有感动你，回应上帝，因为上帝对人的感动无凊彩，每一份的感动一定带有一特别的计划。一个少年人嘛是安尼，一个老人嘛是安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听的姊妹，伫咱的上帝的面前一本初衷。今仔咱所读的圣经，特别是腓立比书足底4章尔。亲爱的姊妹，这是保罗伫伊的一生中间上心意爱的教会，叫做腓立比的教会。伊伫这个批信内底有真侪真水的话，包括一句话，咱拢一定要背。以耶稣基督的什么心为心，就写伫这个所在。伊讲兄弟啊，恁起头一天到今仔日，恁拢同心合意。这堂教会敢愿意安尼？对头一日到将来，咱拢同心合意。伊讲我毋是已经得到，但是我按照上帝感动所差的标，就是我起头迄个感动我切切羡慕。我切切仰望的，所听的姊妹，伫上帝的使用之前，若犹阁未晓仰望，安尼毋是真可笑吗？咱来到上帝的圣殿前，咱敢捌切切仰望讲，上帝伫我一生中间，我亲像一粒小小的麦啊！你若愿意使用我，我互你用。愿天父上帝互咱，毋是干咱，毋是干咱做牧师中一个人。甚至咱的教会，上细汉伫遮拄开始咧大汉，人生拄要开始的人，求天父上帝伫因的心内也落一个种子，因也未受到这个世间的影响，因也未受到这个世间的污染以前，上帝已经将伊圣洁神圣的荣耀的计划，呼召咱的囡仔，因为将来要做上帝一生的器具。
我用一句话来甲咱做分享，因为当时一个成语，也是讲一句话，真容易帮助咱的记忆。一段的经节，也是一个礼拜的主题。在日本人中间有一句差不多900年的一句话，叫做“一生选命”，一句叫做“一生懸命”。一生就是一生，懸命就是选命。这句话对日本的武士、将军开始，大概都是伫900年前，因为当时将军所留予伊的爱将，还是讲伊的武士。伊运一块地，讲这个地你甲我管理。做武士的人因有精神，就是主人家若交代咱的这个领土，我的性命爱保护伊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我毋是甲恁讲日本的历史，但是你我咱一生中间拢有上帝赏赐咱一片的土地，主爱咱好好保守伊。主爱好了，顾守你的财产，顾守你的家钱，保守你的心，一生敬拜上帝，一生懸命。这是日本的话。后来到江户时代，就是大概伫300-400年前，日本进入伫一个要开始现代化的一个江户时期。因追求这种的精神叫做敬业精神。咱捌听过日本的职人，你捌听过无？什么种的行业？认真做，就一定会成功。你煮一碗拉面，你嘛认真做，逐项认真做。日本的文化中间就是种一生懸命、一生懸命这种的敬业的精神，职人的精神。基督徒敢无应该都爱认真做基督徒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感觉咧？上帝呼召咱做什么种的职分，毋是迄个职分，是伊要将一个荣耀的计划放伫咱的中间。兄弟，你愿意甲主讲，主啊，我愿意。亲像拄则敬拜赞美讲，主啊，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伫今仔日这个题目，无论是用一生悬命，还是讲用今仔日的礼拜题目讲，一本初衷，甲主同行。坚持你起初的心，当时上帝带你入这个礼拜堂，兄弟，毋是凊彩，包括我甲陈牧师，我嘛毋是凊彩来，对毋对？咱毋是阿猫阿狗，你捌听过牧师讲道中间甲恁讲过，咱毋是阿猫阿狗，咱会当伫这个所在做亲人，伫这个所在做礼拜，有上帝已经特别的意思，伊要互咱伫这个所在受造就，伊要互咱伫这个所在相听。甚至，互咱伫这个所在，逐礼拜拢做伙食爱餐。有真侪人若来到这个教会，伊拢问讲：牧师，恁敢逐礼拜拢有爱餐吗？是，因为这就是一个家庭，咱感觉食爱餐甲做礼拜，平平拢神圣，平平拢重要。恁同意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互咱伫今仔日知影讲，其实。一生悬命这个精神，早就已经伫生命记。耶稣讲：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。恁会记得圣经无？耶稣伊伫伊的传福音中间有甲伊的学生讲：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，听恁的上帝。阁有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，听出边，亲像家己。耶稣讲的这个。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，英语叫做 "try your best"， 就是尽力所有的力量，使来的力量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互咱知影讲，咱的一生是一个坚持，一本初衷，咱的一生就是一个坚持。主啊，我愿意一生甲你同行。这个信仰毋是一个形式。是因为我若讲错，我去做礼拜，我伫主日学大汉，所以我就习惯做礼拜，毋是安尼。你的阿公的上帝要自动而然、自然而然就变做你的上帝。你讲较奇怪，真正就奇怪。你的阿公的上帝无一定自然而然变做你的上帝，除非你愿意讲，主啊，我的阿公的上帝，你实在是荣耀尊贵的上帝，我愿意敬拜你。
所听的姊妹，福音就是这样奇妙。上帝要因为咱该好着，伊就无权威；上帝嘛要因为咱好着伊的圣经，这份圣经就无权柄。上帝的话一发出，是大有力量的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上帝的话。保罗伫今仔日咱所读的是拄则词汇无读到，但是伫咱的经句，我要用这句话来做开始。伊讲对头一日到今仔日，伫恁心内感动恁做工的迄个圣神。对头一日到今仔日，伫恁的心内感动恁，佮做了好的工，迄个上帝，要伫你的生命中间成就大事，起初未逝，后来发达。我真欢喜，长花兄杨兄弟，以前你查某囝带你来，后来你家己来，今仔日你嘛带你的亲人来。兄弟姊妹，咱坐伫这个所在是温暖的，每一个人拢毋是人客。咱选择来到这个教会，是因为咱期待伫这个教会中间，咱参与这间教会的任何的大事小事，嘛真欢喜。美玲上个礼拜回来，无机会甲你打招呼。上帝帮助咱所听的姊妹一本初衷，求天父上帝保守咱，互咱的一生有这种的态度，一生谦卑，一生悬命，一生的坚持，就是耶稣所讲：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。咱甲上帝讲，主教我这个功课，世间无迄个职业无艰苦的，恁有同意无？若无认真的职业，拢无成功的可能。毋通在职晚职，做任何工作，认真做，真心做，是为着上帝做。甚至外邦人，咱的头家，伊嘛看到，这个职员甲这个职员，两个人无共款。所以啊，你姊妹，人的一生的改变，要因为态度来改变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我想要问恁一句话：伫恁少年到今仔日，恁感觉有一种伫你年轻的时候有一种感动，足强烈。我将来我想要做什么种的人，迄叫做一本初衷啦。较早咧读小学时阵，一个笑话讲，逐个人若做文拢立志做总统，迄拢讲笑的啦。但是咱伫细汉的时阵，确实真侪人咱拢捌有会感动，对无？后来有的感动是因为不得已、环境的影响、时代人的影响。咱原本就真爱兴趣，但是时代人讲这个兴趣袂当当饭食，所以恁就爱安怎去选择读什么种科系。人的一生真侪时阵毋是由家己来做决定，但是今仔日做礼拜的时阵。牧师要邀请恁倒来到上帝，就是你心中的上帝的面前。你定心问讲，伫我一生中间，我敢还有无完成的迷茫？伫我到年老的时候，我敢要目睭起去讲，伫我少年的时候，捌有一种的迷茫，我想要做，但是袂赴做，嘛无认真去甲做，所以我就含冤安尼心中有这个感觉。失志，安尼离开。愿上帝互咱的兄弟姊妹伫咱的一生中间要去经做的事，是带着一份满足。咱甲上帝讲，我眼睛闭上，没有遗憾。我即摆就算做是我生命的结束。我感觉你互我人生精彩，我无啥物遗憾。兄弟姊妹，问上帝，伫你起初到今仔日，有甚物种的感动？用一生做好这项代志。我感谢上帝，互我有遮长的时间毋免搬厝。我感谢上帝，互我伫无选择的异地，带我来到恁中间。我感谢上帝，互我伫这个所在，看到伊怎样温台德能教会。我甲陈牧师拢毋敢讲，阮伫这个所在有啥物种，阮做了啥物，阮只有感谢上帝。伫无熟悉的人，
后来变千人。有真侪奇妙的事发生伫这个所在，敢无可能发生伫恁的心内嘛？也这你想咧，咱每一个人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愿上帝奇妙迄粒种子，亲像约伯记第8章第7节，伊讲起头是微细，后来要发达。主啊，你的祝福，你的家子收起来，愿意吗？所听的姊妹。上帝所赏赐你迄粒种子，毋是干那买的种子。主耶稣讲，这是一粒挂彩种子，比挂彩种子更较细的上帝国的种子。圣神的感动，就是一个上帝国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，你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兄弟姊妹，咱听有上帝的话。每一摆上帝圣经的话，需要想，搁再想，想搁再想，听搁再听。毋是一摆礼拜，你就我都完全整个性格、观念、命运拢改变。上帝是赏赐人用一生来经历着伊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圣神伫今仔日，将一个感动，检查就是恁一生的感动。洗礼前的决志，嘛是人一生中间改变的初衷，毋是读高中、初中迄个初衷。起初的心，要结婚的时候，恋爱甲两个人，啥物都敢讲，我答应你啥，我答应你啥。但是我连一人结婚了后，也会记得当时因徛伫上帝面前，两个人手牵手的誓约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人生中间有真多的誓约，圣经嘛有真多人甲上帝讲：你若我就，你若我就，上帝啊！你若保守我出入平安，我个翻头倒来到故乡，我就伫这个所在设立一个祭坛。这是雅各，雅各离开伊故乡的时阵，伊伫旷野地，逼得你，伫个所在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这条路何去何从？你若带我出入平安，搁翻头倒来到故乡，我就伫这个所在为你设立一个祭坛。所以听你姊妹，咱的上帝从古早到今仔日，伊拢安尼咧成就大事的上帝。原来一生中间找到一个，今仔日的信仰，保罗伫腓立比书中间讲到一个最要紧的态度。伫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找到一项，伫我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态度。我甘愿为伊死，我嘛甘愿为伊来活。今仔日的金句，毋是金句，今仔日的这个圣经的腓立比书第1章20-21节，所听的姊妹，保罗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端找到一项代志。伊讲：我的活就是基督，是死是活，拢为耶稣基督。所听的姊妹，你敢已经伫上帝的面前找到一个真清楚的决定，讲。主啊，伫你的手中，我已经决定，我一生无别的上帝。主啊，伫你的手中，我一生无别的上帝。有当时金钱是你的上帝，有当时你的学历是你的上帝，有当时你的社会地位是你的上帝。人真容易失败，所以讲绝对的官兵，绝对的腐败。有的人咧对路足紧的。毋免过第2代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信主的人得着上帝光照，脚前的顶路就会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你，帮助我，帮助咱的囡仔，找到一生的选命，找到咱一生起头的心。伫上帝面前讲：主，我要跟对你到我一生的路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保罗伫伊第1章20节中间讲：我所切切所仰望，我所切切羡慕，我所仰望的是啥物？这叫做初衷啦。伫我心中上界重要，伫我一生中间甲上帝讨。只有一件事，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。保罗伫腓立比书中间讲到一连串的遮个前文后文，所以你姊妹哪会当？你伫今仔礼拜有感动的话，
今仔用暗要困进前，你用10分钟、20分钟，规日必须4周尔短短，你定心甲读过，你将迄个感动家记起来。主啊，想使我一项事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主，我要做一个荣耀你的名的基督徒。主，伫你所领受是你册遣，任何事拢是重要的事，无大小事拢是重要的事。我就是基督，我死就得利益有福。保罗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悬，伫耶稣的身份顶悬，伊真捌着，这个主才是真正的主。对什么时阵开始？圣经的故事的起头讲，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伊感觉基督徒足苦，背叛上帝耶和华，去对一个先知叫做耶稣，所以专门就是为着保护上帝的圣会，来糟蹋基督徒。要去大马小路上，恁会记迄个故事嘛？主会讲照伊，所以忽然伊的目睭互属强烈的光照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伊忽然醒暝，伊心内就一惊讲：嗨呀！有声甲伊讲话，伊讲主啊，你是什么人？愿乎保罗改变生命迄个耶稣，今仔日嘛光照咱的内心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嘛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是什么人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上帝圣神，互你勇敢解脱。你所羡慕，你所仰望，愿你一生无一项事，互你见上。我的阿祖的上帝，我的阿公的上帝，我的爸爸的上帝，少年的时阵感动我的上帝，一直到今仔日，我的上帝从来毋捌互我见效过。兄弟姊妹。咱的上帝绝对袂互咱做了为仔囝，毋通离开上帝。伫上帝面前，真心、真诚、真力、真意。兄弟姊妹去想这项代志：什么叫做真心？什么叫做真诚？什么叫做真意？什么叫做真力？愿天父上帝帮咱，互这间教会是为耶稣来活的教会。互这间教会愿意为了耶稣亲自一粒麦啊，落入土里，将伊的自尊、将阮的骄傲、将家己用家己做中心的这种的态度，咱甲主讲，我要甲耶稣基督当埋葬，取萝卜的形象，互主你来使用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新的感动放伫兄弟姊妹，恁的祈祷中间，伫你起初的心。伫你认捌耶稣的事，伫你头一摆决志讲，我要常常去得点教会，兄弟姊妹，迄个起初的心要要搁伫即个所在，愿咱伫主的面前来领受即个祝福。约伯伊的朋友虽然同理心无真有，但是伊讲一句足有意思的话，伊讲起初咱的生命是微小，但是到后来就要发达。愿天父上帝的权能，就是创造天地上帝的话，祝福咱兄弟姊妹，有恁有发达的人生，有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才办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这间小小的宗教教会，互人受祝福，毋是因为咱的人数，互这间教会所带互人的祝福，就是上帝怎样伫一间真美善的教会顶悬享受平安喜乐的画面。愿天父上帝甲咱适合伫地，起头虽然微小，上帝感动起头看，好像无明，但是最后伊所要成就的计划是何等的荣耀，迄叫做上帝国的荣耀。愿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甲你的孙，你甲你的囝子，因为看见上帝的荣耀，恁的生命中间就有一种的坚持，讲主啊，无任何事比这项更加宝贝。愿上帝将伊的阳光放伫咱的心内。愿每一个咧今仔日参加礼拜兄弟姊妹，恁找到生命中间，上帝为你们量身定做的感动。今仔日有2项事，
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第一，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，咱的上帝是一个对永远到永远的上帝。现在你愿意将你一生交给上帝吗？你敢愿意甲上帝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无有别个人是我生命的主宰？你愿意安尼甲上帝讲吗？你若讲阿妹的人，兄弟姊妹，你也知影，你拄则阿妹，包括你的事业，包括你的家庭，嘛包括你的一生的成就，包括你伫上帝的面前，你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所有的一切的财政，拢是你手属。要我手属，要我收回，要我收回，要我手属。恁愿意安尼经历着上帝吗？当咱甲上帝讲，上帝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上帝。就是主啊，既然是我所有的，拢是你的，你得记用。因为当我若有需要的时阵，上帝你得归天堂，对天顶，将我所需要来赏赐给我。有了上帝，就拥有一切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今仔日的礼拜，一生的坚持，不但是保罗，伊讲我就是基督，更加要紧伫生命记以色列人起头。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兄弟姊妹，教你的囡仔负责任、认真。一个囡仔若袂负责任，若袂认真，伊一生真困难、真接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咱的囝孙，毋是干那教伊趁大钱，教伊会晓照顾家己。一个袂晓照顾家己的囡仔，伊将来根本无法度照顾事业、照顾大代志。负责任、尽力、骨力，这就是最基本人的基础，也就是后来成功的开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悬找到咱一生的欢喜。咱甲主讲，除了你以外，我别项我拢无爱。主，我一生独独只有爱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悬，找到保罗所欢喜，迄种一生为之生、为之死。你捌听过牧师甲恁讲一个齐克果，一个丹麦的哲学家，伊就是对保罗这种的态度顶悬，伊看到这种的感动，所以伊伫西方的铁盒，伊写了一句话讲：找到为之生、为之死。找到伫我人生中间上重要的代志。就是找到一项代志，我愿意为着伊，甚至到牺牲性命，拼命一头栽落，为着伊来活，为着伊来死。所以齐克果互人甲伊称作西方的世界存在主义之父。一个少年囡仔，伊伫成长的过程顶悬，需要有人提醒伊去想这个问题。我为什么来活？我要为什么来活？我一生会怎样？这个世间给我一个会安怎？减我一个又过会安怎？这其实是足简单的存在。我是安怎咧活伫这个世间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是为主来活，主要为着咱来死。愿咱伫伊面前找到一项你一生的坚持，认真做，一世人做，就算做你只有会晓做一项代志，安尼嘛是一个咱咧讲的一生悬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主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伊的圣神牵你的手，伊讲：我的囝儿，我的查某囝，对我行。咱甲上帝，咱甲主耶稣讲：好，主耶稣，我要对你到一生的路尾。我要静静看，看你怎样伫我的人生，伫我的囝儿因的生命中间。主，我要静静看，看你安怎伫阮中间来做这奇妙的事。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每一个少年人上重要，就是找到伊人生的标杆。你有同意吗？你有同意吗？咱无法度替咱的囡仔做决定，因为咱的选择拢
有咱的讲先入为主的观念啦。咱的心种背景大汉的，咱的看法、咱的想法、咱的能力就差不多是安尼。咱拢有先入为主的限制，但是咱的上帝毋是，所以咱要将咱的囡仔带到上帝的面前，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囡仔交予你，我真爱伊安怎，但是不如上帝，我将我的囡仔交予你。愿天父上帝赏赐伊一生的祝福，一顶真水的华冠。圣经讲：你在我的手上，在我的掌中，要成为华冠，真水国王主咧戴的帽啊！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生命的冕旒、生命的冠冕赏赐予咱所有的姊妹，一本初衷，听你的心声，听圣神的声。上帝其实常常咧对咱讲话，有时咱无注意听。祈祷的时爱安静，毋免嗷念足侪话。祈祷的时就是静静听。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陪伴咱祈祷。伫咱要不要祈祷的时，上帝的圣神要用讲袂出的土气替咱祈祷。愿兄弟姊妹，你知影祈祷的奥妙，享受祈祷的祝福，对你一生的头一日，到你一生的落尾。愿天父上帝伫你的心内最水的工，愿天父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，将各种的意念，将耶稣基督的心，将愿意的心放伫恁的内底。所听的姊妹，这就是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祈祷。伊讲：愿恁众人有这种的意念，愿恁众人会当认捌耶稣基督的心，愿恁众人伫圣神的感动中间，有一个真清楚会知影，主啊，我知你是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主同行，所听的姊妹。第二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你家己祈祷，主会当改变你的人生，你同意吗？你若讲无真无事，我已经到这个岁啊，敢阁有他们什么改变？兄弟姊妹，老狗变不出把戏，确实是安尼。咱若到一个岁了，咱差不多等于就是咧等退休，但是毋是安尼。人生若是勇壮，人生是70岁。若是勇壮，通到80，其中所夸口的是什么？夸口的就是摩西对80岁才开始。上帝摩西伫80岁，伫西奈山顶悬，听到伊所讲的话。兄弟姊妹，摩西伫西奈山顶悬，甲上帝甲伊立约。你想迄个上帝敢会甲你立约？会袂？会。原来伫主的面前。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神帮助我。有真侪感动我的牧师，有真侪感动我的故事。大概我若互因的品格，大概我若互因的灵修，大概我若互因的日记所写的迄种的因的祈祷，有感动的事，我拢会甲伊讲阿门。愿天父上帝，甲恁三甲弟弟，伫咱今仔日，互咱找到一个真。伫咱一生中间真有价值的事，甚至毋免为耶稣死啦。自然而然到一日，上帝互咱安息的时，安尼嘛不要紧。但是找到一个，就是伫咱一生中间真有价值的事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我倒来到伫我捌甲恁讲过即个人的故事，特别送互咱教会你的囡仔，兄弟姊妹，鼓励因甲即个少年人共款，一生3个阶段。伫耶稣的面前毫无保留。第二，伫上帝的差遣中间永不回头。第三，伫因的人生到最后时毫无遗憾。所以这是3项人生阶段中间最要紧的3个生命的阶段。求天父上帝将宝贝的话、宝贝的态度，改变咱平凡的生命。我阁讲一解，愿尊贵的话改变咱平凡的生命。因为上帝尊贵的话，伫历世代内底改变太多圣经的先知甲历代的基督徒。所以听的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讲啥物？起头虽然微小，
后来的确要发达。阿免。主啊，我不一定爱赚大钱，但是主，互我的一生活了有价值。主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伫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施恩祝福。主，互我亲像一粒菜种，一粒麦啊，上帝国的种子。主，你将迄个真理甲圣神的感动放伫我的心内。主，你将这个圣神的感动放伫我的心内，互我明白我会当做什么，互我明白我唔通做什么。求上帝圣神感动咱，互咱知影唔通做什么，互圣神感动咱知影我应该做什么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也这唔通提示小小的感动。你讲啊，这种的代志上过平凡，平凡中出现奇妙的事。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伫这个歌词最后一句话讲：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倒来到伫结论，上帝是咱一生的源头，你同意吗？上帝伊是带领咱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的上帝，你同意吗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，咱每一个人拢花心祈祷讲：主，我将我一生交托你。虽然我检查已经到伫退休的阶段，但是主，互我知影我要过会当做什么。这毋是剩余价值，这是一个新的出发。主甲恁三甲伫地，互恁有能力，互恁有阳光。上帝会计划伫恁的生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。阮何等的未堪定，但是伫你的面前，阮听到真多感动的金句，阮对心中来回想，阮的一生，主，阮若有欢喜，愿一切荣光归乎你。主，阮若有感觉可惜，就是过去你捌甲阮感动，但是阮竟然无行动。主，若还阁会负，主若还阁会负。主，你今仔日，主你的圣神引带我，勇敢向前行。主，阮将阮教会囡仔交伫你的手中，因为人生拄拄开始，起初虽然微小，后来将必发达。主啊，愿你的荣耀伫阮的囡仔身上，互因为敬畏你，因为一生有无法度想象的奇妙。主。因为你是一个无法度想象的奇妙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将阮的生命交托你，祈祷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咱搁来吟圣诗第335首，主的福音真道理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咱准备心来奉献。今仔这今仔要行七平安礼进前，咱先来欢迎这个静茹姐，你的亲人是妈妈吗？姑姑啊，咱真欢迎哈，咱真欢迎你头一届来参加阮的礼拜哈，安尼就是长花乡的姐姐啊，还是姐姐啊妹妹，姐姐哈，咱真欢迎你哈，真欢迎你来。咱做伙用这首诗歌，咱来求讨主耶稣会听甲咱三甲地地。呀。
稣听你，愿主耶稣会听充满咱的家庭。所听你伫咱的一生中，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，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脱离黑暗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进入光明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，会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你的听非常的宝贝，你的听会当带互阮心中的满足，你的听会当带来情绪的医治，你的听会当脱离，互阮脱离受气的情绪。主，你的听会当互破病的人得到医治，主，你的听嘛会当互阮教会彼此属灵的关系哪来哪健康，哪来哪坚固。全有着阮教会身躯欠安的，无论是肉体，无论是心灵，愿主你的平安进入因的内面。你甲因讲，愿你平安。主，你将你的平安留予阮，因为你的平安是搬过这个世间人金钱买袂到真实的平安。主啊，愿你甲阮的士大人，甲阮教会年长的长辈同在。祝福阮的士大人，阮的长辈，因每一日拢健康、平安、欢喜。主啊，嘛恳求主你保守伫网络顶悬，甲阮做礼拜的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。愿主你将你的平安放伫因的心中。祝福阮的教会出入的亲人、兄弟姊妹，因伫外地工作，因出外的事。主，无论是伫国内、伫国外，主你的平安拢甲因相甲伫地。主，当阮今这条诗歌的时，你的圣神就将主耶稣的听，亲像日出的光，照伫人的心内。这是阮的心所愿，阮伫你的圣殿安尼发出祈祷。主耶稣奉你的圣名，阮安尼恳求，阿门。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，吼，有咱来为这礼拜生日的人。圣息圣运吼，咱来为着这生日的，阁有依安啊，阁有信学兄吼，阁有，好漂亮啊！也是爱你，来这里祷告哈，来，我们一起祷告哈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圣息圣运祷告。主，除了圣息圣运以外，阁有依安，阁有教兄姐，阁有每一个来，哎呦，好，别紧，好啦，宝贝，耶稣爱你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阮将两个宝贝放伫你的手中。主，互因灵魂体拢成长长大，这是你你是因的上帝。主啊，阮要将所有每一个宝贝拢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赐予祝福，互因的身躯大汉，互因心中主耶稣会听，常常接接，主互因过来学业，会当伫上帝你的祝福中间有进步。这些主，阮感谢你。主，阮嘛要为着今仔日无伫阮中间的依安，搁为着无伫阮中间的玉兄姐，搁有信学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听阮的祈祷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奉你的名来祝福因，愿因伫生日的时，主你抹油伫因的头壳顶，也搁有所有伫网络顶悬即礼拜生日的兄弟姊妹，主你填满因生命的杯，互因的生命的杯，手旁。救恩的杯，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来学到上帝你奇妙的听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，我甲所有性命，
阿妹，生日快乐！好漂亮哈！你今天穿得很漂亮。好，咱来请苏慧来报告哈，来请苏慧来报告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汀州聚会主日礼拜出席85人，奉献6480块；主日学出席6人，奉献330块；祈祷会出席7人。本周聚会主日礼拜下早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，查经班拜六下早9点暗时7点半线上。圣港服侍下礼拜四会请尤丽芬执事、鸟西、郭依玲执事、苏琴、陈美秀执事、苏恒交代、刘雨生执事甲我本人，爱参李淑金姐妹。新安宫读经表，请咱照顺序来读。集体交通第一，礼拜四下早10点，二林区会伫咱教会。第二，请为所有女娃兄弟的健康甲生活祈祷。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拢健康，也合法伊日稳上加温。第三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告160周年，无真的疼，感恩纪念音乐会。4月27礼拜下晡3点半，伫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举行，想要参加的请报名。第四，杨那村植树纪念奖学金申请资格。大学70分，高中70分，高职75分，高中75分，国校90分。请甲成绩单交互伊真，要申请的人。第五，请为生日来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出入会计人员来更正。大道事项，第一为星星欠安、中原庄仁聚、黄宏仁、洪吉兴、庄彦昌，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。第二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课业、升学考试祈祷。新大学的有惠安，高中的有善如。第三，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。第四，为出国在外的亲人林怡轩、刘玉明、庄爱玲、陈恩君代祷。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护灵积极德克达亚教会。咱来吟上人信息第511首，俄罗上帝至悬至尊，请咱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线请曾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之爱、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得必回。